刚刚主治医师来过，今天可以办理出院。跳下主治医师来过，今半夜早得办理出院。跳下主治医师来过，今半夜早得办理出院。护理师，谢谢你的照顾啊！护理师是梦你嘅照顾，护理师是梦你嘅照顾。不客气，张太太，我跟您说明，唔是客气，张太太，我老你说明，唔是客气，张太太，我老你说明。等一下，请拿着这张出院带药处方笺。等下提呢张出院带药处方签。等下提呢张出院带药处方签。到楼下的批价柜台办理出院。求了下嘅批价开推，办理出院。求了下嘅批价开推，办理出院。再到隔壁的药局领药。张过去隔壁嘅药局领药。张过去隔壁嘅药局领药。我知道了。我哋咧。出院后，请问谁可以帮张先生换药？出院后，请问马人做得了张先生换药？出院后，请问马人做得了张先生换药？是我。係我。好的，请您到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棒。好，请你求藥房买优点、生理食鹽水、棉花棒。好，请你求藥房买优点、生理食鹽水、棉花棒。还有3×3公分的纱布。还有3×3公分嘅纱布，还有3×3公分嘅纱布。好的，好，我来教您换药的部分。我来教你換藥嘅部分。第一步，您将伤口的旧纱布打开后，第一步，你留傷口嘅舊紗布打開來。第一步，你留傷口嘅舊紗布打開來。先用生理食鹽水清潔。先用生理食鹽水清腸。棉花棒用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，都是踩單次。棉花棒用力牽入小肚，對內力講出，用一擺就得踢。棉花棒用力牽入小肚，對內力講出，用一擺就得踢。不要來回擦拭。做唔得累過來，要累zan口。做唔得累過來，要累zan口。了解。生理食鹽水消毒後，換優碘。生理食鹽水消毒後，換優碘。生理食鹽水消毒後，換優碘。一樣用棉花棒踩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，一次就好。強人用棉花棒，用力牽入方式消毒，對內向外，出個就得踢。強人用棉花棒，用力牽入方式消毒，對內向外，出個就得踢。上優碘後，等30秒讓它消毒。過優碘後，等30秒半機消毒。過優碘後，等30秒半機消毒。再用生理食鹽水擦去上面的優碘。過用生理食鹽水出踢上背嘅優碘。過用生理食鹽水出踢上背嘅優碘。還要再用一次生理食鹽水啊？下來再過用一擺嘅生理食鹽水。是的，因為如果優碘沒有消毒乾淨，它會色素沉澱。
係認為係講有點冇小偷強力，該為色素欠地。係認為係講有點冇小偷強力，該為色素欠地。一样是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繞一次嗎？強容係你看呢，小偷對內向外過一擺係麼？強容係你看呢，小偷對內向外過一擺係麼？是的，錯。多久要換一次藥呢？幾久愛換一擺藥呢？幾久愛換一擺藥呢？原則上一天換一次就可以。原則上任意換一擺就做得。原則上任意換一擺就做得。如果傷口不小心弄濕的話，就再換藥。係講傷口唔拄好打濕體嘅話，就過換藥。係講傷口唔拄好打濕體嘅話，就過換藥。維持傷口乾燥。傷口保持早上。傷口保持早上。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項嗎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項嗎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項嗎？我為您說明這張衛教單。我老你說明呢張衛教單。我老你說明呢張衛教單。傷口盡量保持清潔乾燥，病患的下肢抬高。傷口盡量保持強力早上，平均嘅腳骨卡過。傷口盡量保持強力早上，平均嘅腳骨卡過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做得增加血液循環，做得增加血液循環。沒問題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還要注意傷口是否有出血情形，還要注意傷口係有出血嘅情形麼？還要注意傷口係有出血嘅情形麼？俗話說，手上的細菌會造成傷口更嚴重的感染，一定不要用手去摸傷口。人講手風動態，停錯唔好用手去摸傷口。人講手風動態，停錯唔好用手去摸傷口。如果回家後傷口出現紅、腫、熱、痛，假使暫伏下後，傷口有風、腫、熱、切；假使暫伏下後，傷口有風、腫、熱、切，很可能是傷口感染，一定要馬上回診。可能係傷口感染，停錯愛急急回診。可能係傷口感染，停錯愛急急回診。我會注意的。好，我會注意。好，我會注意。要促進傷口癒合，請多攝取高維他命 C 跟高蛋白質的食物。愛本傷口下腳急後，請多攝到高蛋白質、維他命 C。留高卵白質嘅食物，愛本傷口下腳急後，請多攝到高蛋白質、維他命 C。留高卵白質嘅食物。護理師啊，請問多久可以拆線呢？護理師，請問我幾久做得拆線啊？護理師，請問我幾久做得拆線啊？通常是7天到2週後才會拆線。一般係7日到2禮拜後才會拆線。一般係7日到2禮拜後才會拆線。下次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時間。下擺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嘅時間。下擺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嘅時間。好的，我們會準時回診。好，我哋會準時回診。好，我哋會準時回診。其他就按照醫院排定的行程，定時回醫院復健。
其他就找议员被停改日期，停止在议员复刊。其他就找议员被停改日期，停止在议员复刊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术后及饮食卫教已为您说明完毕。手术後，留認識衛教基金為你說明好咧。手術後，留認識衛教基金為你說明好咧。要麻烦您在病患出院准备服务表的受卫教者这一栏上面签名。而麻煩你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受衛教者呢欄登記簽名。而麻煩你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受衛教者呢欄登記簽名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及計劃書給您帶回去參考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防治療計劃書，本日大展區參考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防治療計劃書，本日大展區參考。护理师，你真棒啊！傅律師，你很強啊！傅律師，你很強啊！真的是命帶六秀，遠文又遠武。真係命帶六秀，為處也為友。真係命帶六秀，為處也為友。謝謝你。希望你，希望你。不客氣，祝您早日康復。唔是客氣，希望你去做康復。唔是客氣，希望你去做康復。